其中郭台铭提到，他有拿出一个粉红色的帽子，说要送给你，上面印有国旗，那还有一些你的名字。他说希望您可以在出访美国的时候戴这顶帽子，而且他今天早上在广播的时候提到说，如果您不愿意收或者是怎么样，他愿意送帽子送到机场去给你，就是出访的时候，总统你愿意戴吗？郭董就是郭董，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要用他的方法来做。他昨天做的这件事情啊，其实看起来真的比较像是初选在造势了哈。那其实总统出访都有总统出访的一定的这个规格哈，跟一定的作为。所以如果你仔细看，总统出访都有带一个别这个徽章，那徽章上就有国旗，仔细看都有。那谁会戴他的帽子吗？第一个，他帽子合不合用；第二个，在很多的场合是不适合戴帽子。因为想要请教一下，韩市长他接受我们专访的时候有提到说，辣台妹这个募兵可能会募不到，那还对对岸呛虾这样子，大家很担心。他觉得要征募兵不起来，总统怎么看？我想这个韩国瑜市长对于我们整体的国军的这个兵员这个的理解是不足的那我们现在募兵兵源是充足的来应募的早已经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补充的兵源那募兵制的好处在于，就是说它的在军中的时程比较长我们可以施以更专业的训练，尤其在现代的这个军事准备上面，我们是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和足够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从募兵的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国军的同仁那也可以施以我们所需要的专业的训练。可是我们现在国军服役的同仁都有施以第二专长，所以他们将来能够回归社会，变成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个社会成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认为能够加入国军是他们生涯的一个很好的选项，他们也都很愿意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募兵在兵源上面是没有问题的。那重点在于就是说我们要募到的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募到的这个人员的品质是越来越好，而且我们在军中所施以的这个训练不但有助于我们国防的战力的强化，更有助于对于现在国军服役的这些战士对社会他们的精神力量。所以韩国瑜市长的观察是不正确的。